平靜，以賽亞書30章15節下，你們得力在於平靜和信靠。以賽亞寫呢一則預言嘅時候，耶路撒冷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，謠傳話埃及即將興師來犯，猶太國派咗啲代表去埃及嗰度議和，以賽亞就預言呢一切嘅努力將歸於徒然嘅。佢聲言猶太人將會遭受空前嘅厄難。但係佢又發出安慰同埋鼓勵嘅聲音，佢話：如果以色列民歸向耶和華，佢哋嘅前途必有光明。以賽亞書30章26節亦都應許咗耶和華包紮他子民的傷口，醫治他們傷痕的日子。月亮的光必像太陽的光，太陽的光必增加7倍，像7日的光一樣。當時佢嘅同胞係主張依賴馬匹同埋車輛嘅，但係佢就堅持我哋得力係在於平靜同埋信靠，堅固嘅信心同埋鎮定。喺呢個禍患擾攘嘅世代，以賽亞嘅安慰同埋鼓勵，亦都正係我哋所極需要嘅。莎士比亞曾經講過：求你帶我離開呢路嘅喧嚷同埋叫囂，令我可以喺寧靜中細味零碎嘅思想，用默想同埋虔誠嘅祈願，令我嘅靈魂超乎狂躁嘅身心。簡單的生活作者雅各納曾經講過：全世界嘅力量，佢嘅美麗、歡樂同埋一切安慰人心、給予人希望嘅，係光明照耀黑暗幽徑嘅，令到我哋由可憐嘅生活中見到崇高嘅目的同埋偉大嘅將來，都係由靜默中對單純嘅事物感悟得嚟嘅。有一次，有一個人帶一個小孩子去到鬧市嘅中心嗰度，嗰種車水馬龍嘅景象令到佢深深咁感到興奮嘅。返到屋企之後，佢經常都講起鬧市嘅情形。有人就問佢啦：如果叫你穿過嗰條熱鬧嘅馬路，你覺唔覺得害怕啊？佢好鎮定咁講：一定唔會，因為嗰個高大嘅警察舉起雙手，叫一切嘅車輛同埋行人都停止落嚟，好等我可以安然走過去。呢個孩子咁樣深信警察嘅力量同埋善意，我哋亦都應當同樣咁去信靠我哋嘅主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喺呢個熙熙攘攘嘅交通道上，平息我心內外嘅煩擾同埋焦慮。求你喺我心設一個安靜嘅處所，令你能夠居留其中，使到我能夠平靜同埋信服。阿門。